大家好，我係鄭上漢老師。提起香港，唔知道大家有啲咩印象呢？金融中心、維港夜景、主題公園，定係九記牛腩呢？呢啲好多人心目之中嘅香港，我諗你哋都有諗過嘅。但係其實香港仲有另外一面嘅，佔據咗全香港嘅3/4嘅面積，好少人真正去了解。今日咧，我想推介大家一本書《3/4的香港》，行山穿村遇見風水林。作者係台灣作家劉克襄。呢本書唔單止係一本旅遊指南，仲係一個邀請，帶你同我一齊重新發現香港嘅自然同埋人文之美。全本書分為3部分，第一部分係講行山嘅。發現香港嘅自然之美。3/4嘅香港嘅第一個主題當然係講行山啦。好多人一講到香港就覺得係高樓大廈同埋購物天堂。但係你哋知唔知香港係有75% 土地係郊野嚟嘅呢？劉克襄喺2006年因為做咗香港浸會大學嘅駐校作家，發現香港四圍都係山。佢話當時佢攞到一本旅遊指南，見到有馬鞍山嘅介紹，於是就去咗行一轉。點知一試就愛上。書入邊提到有26條嘅行山路線，涵蓋咗新界嘅東西中同埋北部、大嶼山以及港島，仲有南丫島添。每一條路線都有詳細嘅手繪地圖同埋行前準備嘅錦囊，讓新手好容易就能夠入門啦。第二部分穿村。走進香港嘅人文故事，可能你會話呢啲資訊喺 Internet 或者一般嘅行山書籍要揾到都唔難啦。而呢本書嘅第二個主題係穿村，作者唔單止行山，仲好鍾意穿梭香港嘅村落。佢喺書入邊提到有好多圍村同埋老社區，例如新界嘅錦田、屏山，仲有南丫島嘅漁村。佢唔係淨係講風景㗎，仲會同你分享下村裏面嘅故事同人情味。譬如佢喺一個村落裏面見到個老伯喺度種菜，會同佢傾下偈，了解一下當地嘅風俗同埋歷史。第三部分風水林，香港嘅文化同埋生態。第三個主題係風水林，呢個係好多香港人好似好熟悉，但係又唔係完全了解嘅概念。風水林其實唔係淨係講佢係一個樹林咁解，仲係村民保護家園嘅一種智慧。香港嘅風水林同市區嘅繁華形成一個有趣嘅對比。喺呢個急速發展嘅城市，風水林提醒我哋要同大自然和諧共存啦。呢本書同一般行山指南最大唔同嘅之處係作者本身咧係一個文學作家嚟嘅，佢用詞好優美啦。字裏行間蘊藏住豐富嘅情感，亦都為讀者帶來深遠嘅思考空間。一、主題同埋視覺係好獨特嘅，有別於一般香港繁華都市嘅刻板印象。劉克襄以3/4嘅綠色香港為切入點，探索新界、離島嘅郊野、村落同埋生態，揭露咗香港鮮為人知嘅自然面貌。呢一種視覺打破咗讀者對香港嘅既定認知，展現咗城市背後嘅另一種生命力。二、自然書寫同埋人文關懷，作者以細膩嘅筆觸記錄香港嘅山水、田園、動植物，並且融入當地居民嘅生活故事，好似農民啦、漁民啦，同埋一啲移居者咁，呈現咗人同埋土地之間嘅情感連結。書中唔單止係自然嘅導覽，仲暗含住對城市化嘅環境變遷嘅反思。三、旅行文學嘅深度。劉克襄先生結合咗實地嘅踏查、歷史嘅考據同埋文化觀察，令到內容兼具知識性同埋文學性。例如描述荔枝窩嘅客家文化、地質奇觀咁樣，以及大嶼山嘅古道歷史，讓讀者彷彿親歷其境。四、輕盈文字中嘅沉重提問。
書中看似悠閒嘅散步筆記，實則隱含住對香港發展嘅憂慮、郊野嘅消失、傳統社區嘅沒落、全球化之下喺在地認同等嘅議題，都一一令人發人心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香港嘅故事同埋文化、鄉村歷史同埋一啲生活點滴嘅話咧，我真係好推薦大家睇下呢本書。要揾到呢本書一啲都唔難，我哋學校嘅圖書館啦、公立圖書館啦，都可以輕鬆咁樣借到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嘗試閱讀一下呢本書啦。拜拜。